甲骨释文第80集。打架、击打、打拳、打电脑，台语讲的拍，若是照教育部教的，写即字歹有适当无？若是安尼，请拍铁师傅做拍手去拍人，毋着爱写做拍铁、拍手、拍人，非常奇怪的用字，是吧？安尼写会拍解无？人康熙字典有写呢，歹就是破、白、切，你课文看有捌晓？康熙字典刷来写的拢是废话晓。即字撇确实嘛会使读拍、拍卖、拍片、拍电影，确实是写即字歹无毋对，但是也有其他的内容，咱需要了解一下。歹有激的意思，康熙字典确实有安尼写，拍打、击打啊，简单讲是安尼啦。但是两字连做伙，就无一定是同义连词啊。激字典敢若写一字，但是有分小激、重激哦。歹属于小激即类的。来看说文解义的解说，等于即字撇，意思虎爷。讲运呼歹夜，张新野唱的歌呼呼一声呼安尼写，是毋是属于小激即类的？另即字四声呼，教育部分袂清楚这两字，咱即马甲学起来。有另一种拍属于重激即类的，拍铁当然爱重激，拍手、拍人写即字拍。分清楚重激、小激，写出来字就袂拍甲啦。去金仔店拍金仔就真自然啊。拍中钉、补钉、添钉，为何拢有钉？啥物是钉？来看甲骨文的钉，一粒乌乌，一粒就讲钉仔，一粒定的钉仔。钉就是中文讲的坚硬、定确的钉仔。教育部的钉写即字，添钉咱就真好理解啊。红婴仔拄出世，如何判断查甫查某？看有小鸡鸡无？现代人讲的小鸡鸡，古早人讲钉，有小鸡鸡就是厝内添钉。一粒钉仔是3000年前的冶金工艺，鼎破一空，如何处理？用一粒铁钉仔先烧红、烧软，用这粒烧软的钉仔做适当的对打压平，甲这口鼎的破空补起来，就是补钉。民国70年进前，台湾庄脚也看有这种补钉的师傅去帮人补大灶的破空。补钉原来的意思是用钉仔补鼎的破空，后来被借用补衫的破损，嘛讲补钉。拍的读音就为拍铁的工艺来，并扑切，意思对击呀。斗殴呀，例句拍人或救人。拍还有另一个读音，叠切打，意思动作要用药品，例句打招呼、打油、打酒。动作意象嘛会使读拍，拍电脑代表动作，无得攻击电脑啦。拍招呼嘛是单纯的动作，无得拍人啦。转来整理一下，激分小激、重激。原来字形本身就分空心、实心，才会分出两字拍。空心的拍发出来声音，还有噗这个声，鼓掌就是拍噗啊。若袂惯势安尼写另即字噗啊声的噗。拍是华语的习惯用词，闽南语讲拍，无啦，咱讲呼一个。还有另一个讲法，酷扫的是
胸坎大大一个。反正歹就是拍，一句话就讲完啊。这是一种台语文的教法，一种台语的文化深度。咱讲甲老长啦，讲即个另外有两个读音撇、破。今仔佫是安怎爱用拍的？原来拍是3000年前的冶金工艺，即款的文化深度，毋知有人要传承无？这集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咱下一集再会。